上帝的囝。耶稣就甲伊回答讲：哇，西门，巴约拿就是彼得啦，讲你真有福气呢，你真有福气，因为甲你启示的毋是人哦，你会讲即款话，毋是人讲的话哦，是我的天父，甲伊启示的，甲伊学了啦，甲彼得学了。啊，耶稣佫甲伊讲啊，我甲你讲啊，你是彼得，是石盘，彼得的意思就是石盘的意思啦，我要伫即个石盘顶呢起造我的教会，阴府死亡的关系呢，拢袂赢过伊，啊，继续啊，耶稣佫讲啊，我要将天国的锁匙互你，你伫地上禁止的，伫天顶嘛要禁止；你伫地上稳准的，伫天顶嘛要稳准。最后20节后来呢，耶稣就甲门徒讲啊，命令门徒毋通甲人讲，伊就是基督。这个所在，耶稣问门徒，到底伊是啥人？彼得做一个代表，讲出因所明白的、所跟对耶稣，不只是先知某一位尔，伊乃是大家所仰望期待的基督，弥赛亚。所以伊讲你是基督，是永活上帝的囝。所以伫即段经文当中，我拄仔讲人安怎讲，无重要。要跟对耶稣的人，对耶稣爱有明白，迄才是上重要的。更加是明白爱正确。所以耶稣问讲：你是我什？你认为我是啥物人？所以彼得假讲，咱来整理起来。彼得讲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称赞彼得，最后耶稣竟然讲暂时无有人知影伊是基督，这到底是啥物原因？因为伫当时犹太人对这个弥赛亚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因为因期待弥赛亚来临，来带领因，迄是做王的，这个弥赛亚要哪会去受苦受难呢？所以犹太人对弥赛亚的观念是安尼，你等待弥赛亚，所以门徒也是其他跟对耶稣的人，拢有共款即款错误的观念。当安尼错误的观念的时阵，来临的时阵，就会迫害耶稣伊道成肉体来到人世间要所完成的即个伊的使命。所以伊暂时无叫门徒甲遮个即个耶稣就是基督即个代志，安尼一直讲出去，因为我拄仔讲会迫害耶稣伊预定的即个计划，所以咧即个马太福音16章即个所在你头前拢是耶稣伊公开的事工，对侪人咧讲的。但是你即个16章以后我拄仔讲的迄段经文，甲继续咱即摆要讲的即个经文即个马太甲即个方向转一个向，就是讲。耶稣呢，伊私底下开始来教示门徒，伊私底下来教示门徒，因为我拄仔讲，咱拄仔看头前迄段经文，已经耶稣了解知影门徒明白伊毋是众说纷纭人云亦云，毋是，因已经知影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通过彼得的嘴讲，你是上帝的囝，好。所以呢，耶稣伊就开始对即马开始，下骹伊就要来教示门徒，为着伊被办要受死，完成伊地面上的即个任务，来装备门徒的心所以开始来预告伊要将来会受难，但是伊会搁活即件代志。所以以马太福音16章咱拄仔所读的即个经文开始呢，是第一届耶稣预告伊要受难，以及将来会搁活。你整个马太福音后壁咱会搁看17章、20章，总共有3遍，3遍。耶稣讲到伊将来伊受难会搁活的经文，所以咱今日看的是头一节的经文，头一段的经文。所以迄个时阵呢，耶稣就开始对伊的门徒表示讲，伊一定着去耶路撒冷。为什么着去耶路撒冷？因为伊将来要受难完成的地点
就是咧耶路撒冷。咱顶下讲过，伊大部分的时间拢伫顶面的加利利嘛，吼，2年外的时间，啊，差不多正年的时间伫咧犹太，伊行来行去，但是最后伊就要来到耶路撒冷，所以伊讲伊一定着去。哦，啊，对长老、祭司长呢，甲经学教师受真侪苦难，哦，佮互人害死，哦，第三日呢，上帝会互伊佮活，所以头一届伊甲门徒安尼讲，因为当门徒已经认出，哦，讲出耶稣就是基督，是弥赛亚的时阵，哦，耶稣就甲遮门徒讲，我来地面上要完成的任务，虽然彼得甲一寡人军队人嘛无讲真正了解啦，因为咱去看经文啦，后来去看过因搁咧吵闹啦，吼，甚至甲后壁耶稣甲因食最后暗顿要受难迄个时刻，佮共款踮咧啊咧吼迷糊吼，所以今日头一届耶稣安尼讲，我拄仔讲第二届是你即个17章后来，咱后礼拜去讲吼，即个经文，伫17章的22节甲23节迄个所在。哦，门徒聚集伫即个加利利的时阵哦，耶稣甲因讲，人子第要互人出卖，吼，伊会互因会甲伊害死，吼。第三日上帝会互伊搁活，哦，门徒就非常的相信。我拄仔讲为什么要相信？因无了解，哦，咱顶下军队耶稣，咱的主老师会安尼会去受害呢？所以因相信，哦。第三遍我拄仔讲，伫即20章的所在吼，未来咱嘛会去看到。伫20章17节甲19节，耶稣伫上耶路撒冷的路中啊，叫12个门徒来，私下对因讲：咱要上耶路撒冷，人子会受出卖，互祭司长甲经学教师，因会甲伊定死罪。后来将伊交予外邦人，甲伊戏人鞭拍，钉十字架。第三日，上帝会互伊搁活。这三段经文就是伫马太福音整个的经文当中，耶稣分别三届甲门徒讲，伊将来会受难，会搁活。咱今日看的是头一遍嘛吼，啊，第二届伫加利利，第三届伫耶路撒冷，最后的时阵吼。所以呢，耶稣伊决定要受死啊，毋是讲伊外熬你顶熬，嘛毋是因为真正一只的敌人你甲伊反对，所必然的结果。因为这耶稣伊被办受死，是要尊探上帝天父，差派伊来到地面上，所要完成有定的一个计划，所以。伊决心，我拄仔讲，最后伊会往即个耶路撒冷去，要来完成天父所交托的使命。所以你今日即段经文，耶稣讲要军队伊的人，伊先甲因讲，军队伊的人，因为耶稣带互咱世界人一个美好的即个救恩，所以必须通过受难甲搁活来完成即个救恩。所以耶稣甲门徒讲了啊，反应，咱来看下骹的反应。彼得22节，彼得呢，伊就反应啊，伊讲啊，就伊就扭耶稣去边啊，甲伊责备啊，学生哪会甲老师责备？原文的意思确实有责备的意思啦。当然，咱中文的一寡圣经的翻译有甲伊翻做讲啊，苛刻啦、阻挡啦、卖啦，甲耶稣讲啊，主啊，绝对毋通啊，绝对毋通。你袂用得有即款的代志啊？哪会使老师哪会将来会去受咱互掠，然后最后哪会安尼为咱受死呢？所以彼得自然安尼反应啊，甲耶稣讲，我拄仔讲，因为彼得当时也无拜托受到这犹太人对弥赛亚的观念嘛。我拄仔讲，因听候尤其因犹太人因亡国400年啊。逐工就咧听候等待因的弥赛亚来拯救因啊，会当搁复国啊。虽然伫迄个时阵无复国，经过2000多年前啊，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加一个亡国2000多年的国家竟然复国。但是伫迄个时阵，因即款错误的期待，以为耶稣来就是要带领因往即个来带领因，甲即个推翻即个罗马帝国。
所以因认为讲耶稣你袂当死啊，你袂当死啊。所以彼得安尼甲耶稣讲，耶稣讲，无应该这种代志发生咧耶稣的心上啊，耶稣听彼得安尼讲了啊，耶稣的反应嘛是真强烈咧，嘛是真强烈安怎强烈？因为耶稣要传道进前，大家会记得顶解讲，耶稣要传道进前有两件代志，伊去施洗约翰遐受洗礼以后，伊搁去旷野受到魔鬼的试探，伊才开始传道。伊安尼传道，魔鬼伊是暂时离开耶稣呢，伊总是要找空找帮，要来阻挡耶稣完成伊地面上的任务。所以今日竟然魔鬼撒旦通过爱耶稣的门徒啊，即个彼得的嘴啊，讲出即款的话，想要创啥物？要来阻挡耶稣，莫行即条十字架道路。尤其咱顶个听讲耶稣医治人，也是讲互人食饱，大家拢正人要应待耶稣，对毋对？但是耶稣却无因为安尼受到威胁。所以伫即个所在，今日咱看到撒旦魔鬼呢，嘛通过必定呢，要来阻挡耶稣完成伊地面上的任务。所以呢，耶稣啊，伊就活转身啦，对彼得讲啊，撒旦离开、闪开，毋是讲彼得是撒旦啦，乃是讲彼得伊无了解，伊受撒旦的即个的威胁，讲出即款的话，因家己无了解，所以耶稣斥责的是撒旦啦，敢若讲耶稣伊爱罪人，伊无爱罪啊，共款，所以伊叫撒旦闪开，伊甲彼得讲啊，你地甲我地骹半手啊。伊叫撒旦闪，但是叫彼得踮咧后壁，会当耶稣来保护安尼伊讲啊，你想的毋是上帝的事，是人的事，所以呢，耶稣讲啊，你无体贴上帝的心意，你敢若体贴人的心意，人拢有安尼，你望，但是无一定是上帝伊所允准、所喜爱的所以呢，接落来呢，才会讲啊，耶稣啊。我拄仔讲，因为当时大家对即个弥赛亚错误的观念，伫彼得的心上共款有即款的错误的观念伊无体贴上帝的心意，敢若体贴人的心意，所以耶稣才会有下骹即段话来教示讲，要缀伊的人，要缀伊的人，着安怎来行，才是有一个叫做所谓的跟从之道，要缀耶稣安怎缀。咱今日嘛是每一个人，咱拢是信耶稣的人，要来缀耶稣的人，咱是安怎来缀耶稣？咱就通过今日这段经文来思想一下所以呢，继续24节后来呢，耶稣就对伊的门徒安尼讲啊，安怎讲啊？伊讲啊，要对我的人，着完全否定家己，着完全否定家己，啥物意思？国语叫做舍己。下己，较早台语的圣经讲啊，爱着看无家己啊。咱总是每个人拢是看家己真牛嘛明仔载总统要就任嘛咱即马未来新的总统人咧访问伊一寡记录当中啊，有两句话啦。人讲啊，如果你失败为什么你代志无做好？伊安怎应？伊就讲咱就较含慢，因为咱较含慢，所以无遐牛会去代志完成有一个谦卑的心咱就较含慢。讲你哪会伊敢会去找一寡人来做即个官员从政？为什么找迄个人？伊就讲啊，即个人大家拢毋知影伊足有才调的但是伊看到即个人有才调，所以就邀请伊来担任某一种职务所以咱未来这个总统呢，伊有即款甲人伊做代志的即个伊的立场甲标准咱今日讲耶稣叫咱讲，咱来缀耶稣，要缀伊的人。耶稣甲咱讲，咱爱安怎？爱看无家己。咱来思想者，暂时咱停一下。像你即个，咱常常看家己是安怎？足牛的，还是咱较含慢？咱思想一下。爱否认家己，爱下己，这是何等无简单的代志。
吼，有人讲基督教吼违反人性，大家有同意无？无同意吼。基督教真正是违反人性，听起来真无好。但是即句话是正面，毋是负面的啦。违反人性就是上帝叫咱安怎，爱有神性啦。你也无神性，要安怎看无家己？我顶间敢有讲过，日本人古早来中国学汉字，学啊学，甲咱即个咱讲的我，咱即个本身个人，去到日本，因发明的字，毋是叫做我，叫做啥？叫做瓦达库西、瓦达西。迄个字写在中文，毋是我即个字，那是诗，什么诗？自私的诗。哦，诗嘛有两种，毋是迄个诗的两种，是自私的诗。我毋知为虾米日本人来中国学汉字，甲即个我转去用迄个诗来表达，是毋是咱俗语讲吼，人也无为己吼，安怎天诛地灭哦？啊，咱心中哪会无你中央，哪会你边啊？吼，敢拢偏一边安尼。所以耶稣讲，咱要得意的人，确实爱安怎？爱舍己，爱否认家己，爱看无家己。就是咱伫生活中啊，咱每个时刻，咱是毋是每个人，咱拢愿意对咱的主、对咱的上帝讲是？要讲即款的无简单呢。有当时啊，咱会讲袂对毋对？咱会讲毋是对毋对？咱是毋是愿意互上帝来管理着咱每个人整个的性命、一生的日子？咱会思想咱信主较担，咱每一工是毋是安尼咧行呢？哦，耶稣不止安尼讲啊，要得我的人，就完全否定家己，舍己，看无家己。更加，伊佫讲下骹一句话讲啊，爱举家己的十字架来缀我。咱古早嘛有听到一寡政治文，还是一寡人咧讲啊，我是为耶稣咧排十字架，我是为别人咧排十字架。耶稣从来无叫咱去排别人的十字架，嘛无讲你较牛，讲你较伟大，讲去为了别人牺牲自己。耶稣叫咱是爱排啥人的十字架？排咱家己的十字架。所以圣经甲咱讲啊，基督徒的追求啊，使徒保罗伫腓立比书嘛安尼甲咱讲，咱要追求的是啥物？是要为着得着耶稣基督。如果咱今日要得到耶稣基督的方法，耶稣今日即个所在已经甲咱讲，就讲咱要跟对伊的人，就要舍己看无家己，并且爱排起家己的十字架来跟对伊，安尼才会是讲是耶稣的门徒。所以呢，啥物叫做排家己的十字架来跟对呢？意思是讲，咱爱放下咱家己心内所有一切欲望、甚至野心、私心，咱是毋是愿意做一个牺牲自己、帮赞别人的一种人呢？这是何等无简单的代志。总是咱世间人拢是为家己咧拍拼，咱甲即个咱的听较大一个嘛，为咱家己的家庭咧拍拼。一寡较无负责任的爸母嘛，无咧为家庭拍拼。咱讲佫较伟大，讲迫害，讲为了家己的家庭以外，佫为了国家社会，甚至为了全人类，迄个变成迫害。所以今日讲耶稣叫咱来排家己的十字架，如果咱先对本身开始，咱才有可能讲咱佫学咱甲扩大到讲去为了全人类。所以为举家己的十字架来跟对耶稣。真正重点是讲，咱是毋是愿意降服、顺服伫耶稣基督伊的手中，甲咱的生命交互伊，甲咱一生的道路交互伊，做伊要爱咱做的代志，做一个顺服的门徒。无论咱内底心内念头有啥物款的思想，咱嘴讲出来的话，还是一切表现的行为，甚至会当来见证荣光咱主伊的性命。咱是毋是愿意来完完全全跟对伊的脚迹来行？彼得咱拄仔讲伊爱认耶稣嘛但是后来伊嘛是三界去否认耶稣，伊是讲伊毋是耶稣的门徒。但是经过圣神的更新以后，经过耶稣国我显现甲因讲，
比着后来，你会比着私信内底，又甲咱考讲，咱爱行耶稣伊的道路，吼。所以呢，今日这段经文，耶稣甲咱讲啊，伊对咱要求就是讲，咱要做伊的门徒，就爱真真正正愿意舍弃自己，为了自己要去追求所有的一切的成就，也是事实，也是声望，也是权力、权利，这一切这种真正是真侪人一般人拢咧追求的。那安尼，咱做一个耶稣的门徒，做一个基督徒，是毋是爱甲世界人共款去做共款的代志，行共款的道路呢？耶稣曾经甲咱讲，咱爱行一个畏路。虽然这条路地人无济，但是是行向永生的道路。但是如果咱行正人咧行的迄个大路、宽阔的路，却是毋是上帝的道路，是往向死亡的道路。所以耶稣叫咱讲要对伊的人，就爱看无家己，就爱举家己的十字架来跟对伊。即句话已经讲出一个要做耶稣的门徒，真真正正的生命的展现，是毋是会当展现出来？伫即两句话当中，就会当来证明考验出来。所以耶稣甲因讲啊。讲为什么安尼讲呢？伊讲啊，因为啊，25节讲啊，要救家己的性命的，会丧失性命，吼、为着我的缘故，丧失家己性命的，会得到性命，吼、26节伊佫讲啊，人若得到全世界，却丧失家己的性命，有啥物利用呢？吼、人会当用啥物款代价来交换家己的性命呢？吼、咱一世人啊，吼、对细汉开始大汉，就是安尼一直吼、人讲出世，吼、几支骹，两支骹，四支骹，后来两支骹，吼，后来佫变三支骹，后来佫安怎，拢无骹。一世人安尼，其实吼，这图有当时啊看起来安尼真好笑，但是嘛是讲出真实的人生。咱人生就是安尼。啊，最后你到底剩啥物？有的人这世人真拍拼，我拄仔讲有名声、有地位、有金钱，啥物拢有。但是咱听过较早是叫做亚历山大，对无？罗马帝国进前的迄个希腊的帝国，亚历山大甲耶稣活变久呢，嘛33岁就过身啊。一个故事讲啊，伊要过身的时阵啊，伊破病嘛吼，伊甲伊的将军讲啊，我的观察吼，请恁观察两边吼，乌两空。一寡伊的将军讲交代这是从啥？咱观察哪个乌两空？伊讲啊，伊过身以后，请恁甲我的手吼，两只手吼，对两空吼，正手倒手吼，伊两空安尼囥出来，互世界人看讲。我离开世界的时阵，嘛是两手空空，吼。所以咱的思想，耶稣叫咱讲爱看无家己，爱甲家己是来跟对伊，到底是好行的道路，还是歹行的道路？到底是正确的道路，还是无正确的道路？兄弟姊妹，耶稣讲啊，要得到性命，会失去性命。大家嘛是咧拍拼来保守咱的健康啊。我最近啊，一个兄弟啊，你即个其他的聚会你讲啊，哇，伊的大兄啊，60统岁就过身啊，伊是做小弟的人，搁较少年啊。体会到我兄哥过身啊，过来就到我。伊即摆开始安怎？伫咧分享的时候，拢甲大家讲，健康上重要，健康上重要，叫大家去运动，从啥，一直保持健康，这是嘛是要紧啦。但是啊，咱的心灵，如果无来追求，讲要来较无主、亲近主、来跟对主，这个健康啊，互你真百利啦。最后迄刻嘛是爱安怎？嘛是爱走啊。所以到底咱人要追求生命，迄个生命会当偌久？吼，所以咧，人的生命吼，会当活着有喘气，会当有心跳，
迄就是感觉讲，这人活着，但是迄个活着无定就是活着呢。有当时咱去看病医啊，迄个人是搁维持生命迹象尔，但是已经应该差不多嘛是无生命。咱人如果咱能了解吼，咱每个人拢是照着上帝伊荣耀的即个形象甲款式，甲咱创造咱的世间人每一个人。如果咱了解，那咧咱是毋是应该活出有价值甲有意义的人生呢？毋是干那活着会喘气、会做代志、会食、会啉、会穿、会当佚佗就好。所以耶稣今日要甲咱讲，伊讲咱过一个有价值甲有意义的人生。不止安尼，耶稣因为讲咱要军队的人愿意照伊安尼所听、咱所听、所行、所做，会当活出耶稣所吩咐交代的。伊甲咱应允，伊赐予咱有平安、有喜乐。因为耶稣讲，这个世间虽然有苦难，但是你的内底有平安。所以，这个咱的主，伊是喜乐的源头，伊是平安的主。所以，如果咱会当真正摒食明白伊，亲像彼得所讲的，你是上帝的囝，吼。那安尼，我拄仔讲，咱就袂照着世间人所行的道路，迄条宽的路，最后行向死亡。咱愿意来行耶稣所讲的军队这条矮路，无简单的路，无好行的路。甚至咱会当来亲像耶稣共款，有即款疼世间人的疼，来为了人类的即个福祉来献身、来牺牲。咱每个人可能讲啊，我也无遮尔伟大，但是如果咱来伫咧生活当中，咱有靠一个敏感的心，靠一个疼心，甲人咧对待的时阵，用上帝的疼，安尼去甲人交陪，我相信。这就是做主的工。耶稣曾经讲过啊，吼，你也敢若一杯凉水，互一个小兄弟。耶稣讲，你设使安尼做遮尔卑微的代志，但是耶稣讲，你却是安尼做，是做咧我的身躯顶。有阵时啊，耶稣通过一寡有需要的人，来互咱甲耶稣的疼，甲伊分享出去。所以咱今日来思想这段经文最后呢，27节呢，甲28节我拄仔讲，如果咱头前遐会当安尼做，就是甲一个上好的礼物呢，上水的礼物呢，迄着咱的主。所以你撒母耳记嘛安尼讲啊，撒母耳去指责迄个所罗的时阵啊，伊讲啊，上帝所喜爱的啊，毋是千千万万的遐个敢有我用啊。上帝所喜爱的是一个顺服的心嘛，所以后来咱今日这段经文，耶稣要教是讲要军队伊的人爱安怎行，最后伊又甲咱讲，嘛是整个圣经所讲的，将来有审判这件代志。所以伫这27节甲28节有讲到讲，人主第要伫伊的爸的荣耀中，甲伊的天使来临，迄时呢。伊会照着个人的行为，甲因报赏，也是刑罚。到迄个时阵啊，上帝要照咱个人的行为，每个人咱今日所做出来一切，包括耶稣嘛讲，啊，咱伫厝内底，讲的婴仔话啊，到时啊，逐句拢爱逼出来来，安尼照安尼甲咱有报赏，也是刑罚。啊，到底是报赏也是刑罚，就照咱看咱是安怎行安怎做，圣经有真侪啊，即款的教示啊，耶稣讲啊，我甲恁讲，食伫伫遮徛伫遮的人啊，有诶伫还未死以前会看到人子最王来临嘛，即段经文是伫后来17章，登山变向迄个时阵。来成就啊！头前这两节讲到，我拄仔讲，拢甲这个将来天国有关联啦，所以耶稣放在最后才咧讲，我今日有小可整理出来一寡经文，
圣经无完全啦吼，但是有一寡经文就是讲啊，到底咱的行为将来是报赏，也是刑罚？敢若讲老师啊考试，吼，较早我小学生，我顶下有讲，考试啊，老师要发考卷，一日同学，阮迄阵啊，有阮迄班小学，我记得51个同学啊，即马无遐济啦，迄阵有51个人啊，51个同学啊，要发考卷，迄堂课啊，有的是足期待啊，有的是足想讲时间莫到啊。为啥有即款无共款的反应？考好的同学安怎？足期待老师发考卷，某某同学100分，某同学99分，啊，无期待的人讲啊，老师莫叫我的名，讲出我的分数啦，敢若小叮当的大雄共款，考0分安尼。迄个是将来的一个情形，就是一个情形。所以呢，到底是报赏呢，也是刑罚呢？咱来看几大经文吼。第一个哥林多前书第4章第5节吼，这是毋是对啦吼？安怎讲？伊安怎写啦？伊讲啊，所以呢，时机还未到吼，恁毋通批判人吼，等到主来临。迄时，伊会用光照黑暗中的秘密，甲隐藏伫人心内的动机暴露出来。迄时啊，逐个人会对上帝得到称赞。这应该是好的，才会得到称赞啦。如果歹的，应该袂得到称赞啦。咱看后书5章8节甲10节写讲啊，阮有勇气较爱离开即个身躯去甲主大所以呢，无论伫即个身躯，也是离开即个身躯，阮的目的是爱互主欢喜因为咱拢有一定徛伫基督的面前，安怎受伊审判。逐个人拢着照家己伫地上的身躯所做的，无论是好也是歹，接受报应。而且报应嘛，无完全是无一定讲是完全歹啊，报应嘛有好的啊，嘛有歹的吼。过来启示录22章12节，耶稣才讲，伊讲啊，看我念起来我要带报赏来照逐个人的行为该回报报赏。报赏敢若是好但是讲照逐个人的行为该回报，我拄仔讲报赏嘛，无一定是有好的结果，可能是审判是歹的结果过来看咱罗马书第2章5节甲11节这段较长啦或者讲啊，你硬心啊无悔改，是伫为着家己累积上帝的生气。这个生气会伫伊公义审判迄日显明上帝照逐人的行为，甲因报应。遐会坚持做好事，追求荣光、尊贵，甲袂败坏的性命的人，上帝会赐因永远的活命。遐会自私无遵趁真理去趁不义的人，上帝的生气甲刑罚会临到因。所有做歹的人会受到患难困苦，大先是犹太人，后来才外邦人。不过，所有做好的人会得到荣光、尊贵甲平安。大先是犹太人，后来才是外邦人。因为上帝安怎无偏待人。咱搁看另外一段经文。提撒罗尼迦后书第1章6节甲第10节讲讲，既然上帝是公道，伊会用灾难报应遐个互恁拄着灾难的人，嘛互恁才会拄着灾难的人，伫主耶稣甲伊有大能力的天使伫灰暗中对天显现的时，通甲阮平得着安息。迄时呢，伊的刑罚遐个无认上帝甲无顺趁咱的主耶稣的福音的人，因会受永远毁灭的刑罚，离开主的面前。
甲伊阳光的快乐极端，伊来临的时，会对伊的信徒得到阳光，佮对所有信伊的人得到尊重。伫迄日，恁嘛会伫因中间，因为恁有信阮对恁所做的见证。吼，这个经文就是咧甲咱提醒，吼，甲咱教示，互咱会当来了解将来确实会有审判。那迄时阵，咱才会当伫咱的地面上人生的道路当中，每一天的生活日子内底，知影爱着安怎行，才会当得到天父上帝将来互咱有好的报赏。所以呢，咱每个人啊，虽然啊，一世人啊，人生有长有短，有当时啊，咱一世人咧追求，有当时会得到某物物件、某物代志，同时有当时咱嘛会失去某物物件、某物代志。伫即个有得甲有失的中间，有当时咱会叫做国语叫做患得患失。但是咱爱思想，到底什么是得，什么是失？依据是啥物？咱古早成语一句话叫做“塞翁失马”，安怎？你哪会知影是福气还是歹呢？吼！所以，咱看一件代志，有当时啊，咱毋要干看眼前，爱看较思想较深的、较远的。所以，耶稣今日甲咱教示即段路讲，即句话讲，咱着爱看无家己，爱舍己，爱好认家己，爱派家己的实力来跟对伊。到底即条路，我是要决定安尼行啊袂？我是要决定照安尼做啊袂？所以我拄仔讲吼，毋是干那即世人，照着即世人的根基来做判断，咱爱有安怎？咱爱有迄种永生的眼光来做判断。所以有人讲啊，基督徒亲像参甲啊，什么意思？参甲啊？为什么基督徒亲像参甲啊？参甲啊是两栖动物，对吧？咱虽然伫地面上，但是咱爱有天国的思想思维。参甲啊，敢若我同款倒目镜，叫做啥物？倒目镜的人叫做啥物？参甲啊？四眼田鸡啊！为什么上帝创造万物，互参甲啊是目睭是四蕊目睭，叫做复眼啦吼？伊毋是四蕊，伊是两蕊目睭，但是两蕊目睭内底复眼，啥物叫做复眼？因为是两栖动物吼，尤其伊伫水面的时阵啊，伊的目睭足大蕊对无？一半伫水下骹，一半伫水顶面，伊会当看到啥物？会当看到危险的。会时伊会当紧走向，啊，嘛会当看到有通食的物件来啊，蠓仔飞来，河神飞来，伊的喙齿足长的对无？冲出来食，但是伊也较无小心的吼，抓来嘛该食对毋对？想食想毋知啦。所以呢，参甲啊，伊目睭是四蕊，是复眼。所以咱兄弟姊妹，咱做一个耶稣的门徒，每个人，咱伫地面上，咱嘛应该有亲像参甲啊即种目睭，看地面上的。安怎来生活，保护咱家己？咱嘛爱常常去看天顶的。所以，呀，迄个彼得保罗甲咱讲啊，嘛，你腓立比书甲咱讲啊，咱咧毋是啦，你咧哥罗西书甲咱讲啊，咱会定思想天顶的代志。咱若无定来去思想天顶的，敢若一天来看地面上的代志，要活出即种下耶稣甲咱教示的生活，我相信是非常无可能的代志。所以最后咱来思想，思想三个问题啊，通过今日讲啊，要对耶稣的人，今日这个经文，咱来思想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讲，兄弟姊妹，伫你的眼中啊，伫你的心内啊，即世人甲永生的价值是啥物？第二个问题啊，咱已经诚做耶稣的门徒嘛，在座大家拢受洗礼啊嘛吼。我毋知有人无受洗礼，我毋知吼。如果咱每时拢是耶稣的门徒，咱是毋是真经啊？伫咱的心内啊，或者咱喙啊，真经讲出来，我要为主来活，奉献自己为主来活，
咱敢曾经安尼甲耶稣安尼有即款的回应呢？哦，第三一个问题啊，咱爱家己啊，有超过咱爱主无？咱三个阿头来祈祷。天父，我感谢你，今日通过你的话语，搁再一次来提起着每一位要来跟对你的人，互阮会当来愿你回应主耶稣，你今日通过你的话语所教示阮的，以及你对阮的呼召，互阮即世人愿你来跟对你的脚迹来行，做一个爱无主，做一个愿你来服侍主，完成主你地面上互阮即世人美好的计划甲一生的任务，将来一天甲你见面的时阵，会当得到你的称赞甲懊恼。我来向你恳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